今仔日呢非常欢喜，会当邀请到咱高雄孝德单位咱主教员主讲师来甲咱宣传来甲咱慈悲成全而今仔日呢要讲的题目是六度万行在人间因为咱今仔日是要咱今仔日一贯的大道是咧修，就是修菩萨道就是出世间法所以讲呢，即个六度万行对咱即个修行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希望呢，咱大家拢会当用心来聆听将这个道理呢化作是咱的心灵的营养分，就像咱食饭有食这个营养的物件入去，咱的心灵嘛是需要有这个营养的养分入去希望咱大家会当把握每一次参班的经验好好来使咱的心灵会当提升，然后介绍到这，咱现在呢，咱来请主讲师来给咱慈悲成全谢谢。大众请起。感谢领任慈悲，前道一躬，坤道一躬。现在咱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主讲师感恩主宾。前道一躬，坤道一躬。讲师午安，讲师午安，请坐下。下午好。我真欢喜，承蒙成长，有遮尔好的机会，伫这中央佛堂以慈悲前的内面，大家用慈悲道共同接受天恩祖的加庇。咱来感应着上天拢要慈悲，以及咱祖岁啊奉慈台湾，师尊师母两位后代的恩典，加诸好老前面的五大医生。咱的前面点人师，各位前辈者，特别的推动，一直栽培，咱才有遮个好的机会。今仔是礼拜，因比个天气足热，其实呢，这个时阵大家拢会想要困了。所以呢，咱应该甲咱讲面前的大家应该甲咱讲真菩萨，咱咧。这个时阵过来学习研究呢，确实是咱是真精进。咱互无例外嘛，以一个题目来用参研究，就是六度万行在人间。这是语言单位的名哩，甲咱慈悲有制定的题目，互呢来想讲以这个题目来以随前的大家做一个强辩，做一个强辩。那我知影我迄阵来就会感受讲，这个时阵大家嘛拢希望找恁去落去困，浅显呢，遮尔用心讲要来学习，这真爱看看学习的人讲的人，或者是跟咱兄弟姊妹来大家共同提起精神，互咱呢通办讲，请咱呢。用心听如果呢，若有想讲在爱困的时阵呢，目睭呢8分开，2分比外紧来做一个学习这个六度万行，咱知影咱尤其呢初入道门初入道中为兄弟姊妹嘛知影什么叫做六度，什么叫做界定位，其实无一定完全了解。那这六度，咱这老师甲咱讲，徒儿走6步，老师讲，走6步就到老师的身躯
忍辱、精进、上定、智慧。这个六道对倒来是安怎叫做六道？其实呢，这六道就是修菩萨行，修菩萨行哦。伊要对一个生死的苦海，大家呢得了解，会当讲大家救济。所以呢，有在讲六波罗蜜，这个波罗蜜就是讲斗彼岸，达到圆满。这个道敢若亲像牌啊，像这牌啊呢，就是要伫咱这生死苦海，要大家离苦得到一个赞助啊。因此这六道啊，敢做一届就做会好。比如讲啊，忍辱敢忍一届就会圆满，持戒敢持一届就会做甲足好势。所以六道万行，这个万行毋是做一届，嘛毋是做1万届，就是讲不间断在做，不间断。因为这万行其实呢，就是来修己，修家己的心性，外度人。简单讲啊，这六道万行包括，就是讲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起心动念，我爱做甲圆满，所以这嘛是啊，菩萨行的殊胜。那伫殊胜地内面呢，这罗汉伊着修到底尔，毋免去度人，所以咱呢是安怎一直讲究，一直鼓励讲我度兄弟姊妹来度咱自身的众生，就是要借由外在去度人。我请各位浅显，咱去度人去访亲的时阵，咱迄面是袂笑笑，咱一定笑笑我哎哟，咱最近要啥？就是讲迄态度啦，这个语气嘛，拢足柔软的。就是讲不管真诶还是假，假到尾仔有哪会成呢？咱要去看敢若去度化，其实就是要借我要来圆满咱的心性。咱罗汉毋是敢若修到底尔，无管其他的众生的生死。所以讲菩萨行，伊的殊胜就是呢，爱去度兄弟姊妹，爱去维修己。那是安怎讲六道万行在人间？老师有甲咱讲修行毋是包括款款的去山顶啊，去山内斗底，安尼叫做出家。其实真正的出家啊，真正的出家是要出这个枷锁的枷，毋是。我几人一个，我听一个法师讲，毋是咧剃量的啦，毋是头壳剃光安尼叫做出家。其实是为着生死大事，为着要出这个烦恼的人讲情义的爱锁。所以就是这个人间大修，就是伫咧城市毋是讲互我拢安尼想啊。那呢，咱去咧山顶啊，咱念经安尼的话，当然咱的意思袂规讲念经唔好咱还听好势啦就是讲去山顶，咱若通上经，到有遐树落，遐鸟兽，鸟安尼才会生气，咱袂生气啊，咱无可能生气去种石头、种树仔嘛袂嘛。真正要练是伫这人群当中，所以讲叫做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间，就是伫这人世间，而才咧活，而才咧修呢。甚至去到道场，咱的同修啊，咱的前辈，毋是逐个拢开悟的，是咧，照即个因缘啊，切磋到外，互咱伫这个当中成长，而且成熟。那我今仔的主题就是这个六道。那头一项啊，就是布施。这个布施应该各位浅显，大家呢足决心的像咱今仔日来参加这个班会，这个体会班，其实就是已经布施着咱的时间，已经布施着咱的身躯这个时间来扶持道场。是
严持家己，守持家己，其实已经参即个板凳会当形容好落笔啦。安怎讲？我足爱困啊，毋过我勉强家己，这就是一种情绪，吼。实在安尼足忍耐啊，听无嘛，足涩的嘛嘿，听，吼，这忍足。所以呢，有兄弟姊妹啦，过去毋捌来道场，来呢，真侪讲，2点钟好像坐如针毡，但是呢，其实这拢会当练的。回嘛有听到，互学过去捌有听，前辈才讲15条规哦，学真啊济咧，因为咱是暗时8点开班，开到10点，学遮济咧。我用看表讲，敢是咱的表啊歹去？要10点啊，济咧尔，所以我就随咧10点啊。真的或许慢慢体会，真的上灵袂感觉时间，其实时间是咱人的观念所以通常会会讲快乐的时间，敢是足紧就过。时间就过啊，规波嘛讲一时啊尔。若咧艰苦会讲你如年，意思讲这时间过得足慢其实是心的作用啊。咱今仔日会当行这个修行路其实就是足有智慧的。要以此为前的参考，会当来参班护持道场，这是老师讲的。这是老师安尼讲，咱每一班拢爱足感恩拢爱足珍惜。敢来道场就功德啥物功德？护持功德小会当消个人的罪孽，大会当消咱人万未来这个冤欠所以每一班咱拢爱珍惜这个布施是安怎度健康？这个健的意思我要做一个解释。健康的健就是讲，得到就舍不得放下，得到就唔甘白话讲叫做唔甘。咱人敢有？咱人其实活生命，这个贪贪大甲贪小，念得轻也是轻比如会贪财会贪色会贪食贪坐贪困贪烟足侪贪足侪贪，是念得轻爱重所以讲，如果讲咱讲到尾离苦得乐，要了断生死，如果讲咱若害一身躯，这路敢好行？绝对无好行。尤其若有出门的人上了解，行李是毋哪简单好？穿有时连那个鞋子拢会讲究讲穿啥物较轻松排啥物减轻负担这点道理大家知不过咱的心这项贪这项执着的时阵老师讲道万心思起，路遥思早行，这是咱节目老师咱主编讲，意思路途中这个心爱轻唔忙啥物拢直直缀落，直直看啥物爱啥物，因为个人喜好的不一样。比如讲天德可能介意的就是较爱车啦，有的人较爱车，坤德较喜好的有可能较爱踅街啦，爱买物件啦，看到啥都爱买。我的意思就是讲一定是安尼，但是比如上天德就是讲伊对车的喜好，还是讲每一种对一种，因为包括名，包括利。无咱甲想，互我听咱一个前线的水利会本来伊是做伊遐的局长到尾伊感觉讲局长有暗伤重，伊家己自愿干唔出来。伊讲伊已经看3年因的顶面到尾拢去食龙啊饭就是到监狱里面去。像咱会去监狱里面去。伊咧头壳咱讲一粒头壳拢针拄针的，毋敢
就是爱这个，就是贪嘛。那明明就是利嘛，无得酒嘛，无得色嘛。所以，干那这个贪，互咱人生的路，因为贪所在在贪，伊像火车头会拖足侪物件出来哦。贪嗔痴爱酒是在于，干那这个贪哦，伊火车头伊就拖足侪出来。所以贪会互一个呢，本来是君主，怎么变小人？因为贪伊诱出来就是欲。这个欲量互一个君主怎么变小人？本来呢，会当是圣贤的菩萨的，怎么变凡夫？本来是天龙，怎么变地狱？本来做和尚，会变贱乱。本来是善行的变恶行。话举例来讲，咱的新闻逐工拢有通看，咱有看到电视讲来讲，兄弟为着分财产，其实存起来拢无平等啦吼，咱家己落手存起来嘛无平等，伊会感觉爸爸妈妈较疼多一个，所以就起了呢，本来就相和哦，怎么变战争呢？咱的新闻有看啊，迄美丽华，毋知对一个啦，因为有名的代志啊嘛，也穿大死兄弟，然后佫家己大死家己啊，有无？干那这个贪衍生足侪问题出来。所以讲，既然咱讲伫这修行当中，其实呢，修行当中布施是啥？布施咱看敢若互人哦，明的去，暗的来，像水安尼，水安尼呛起来，明的呛起来，敢若像比如讲啊，陪兄弟姊妹去甲兄弟姊妹陪探病啊、关怀啊，伊家己私底下摕伊的钱啊，去买果子啊，用出时间啊，咱看敢若是付出，毋过无形中就亲像讲古井水你甲呛，毋过甲呛，敢有打去？伊暗的就要倒落去。拢无甲做古井水，拢甲呛，敢有满？迄个古井满出来无嘛吼？所以呢，是安怎讲？一文下出，万文收，一本万利。其实布施就是咧圆满家己呢，成全别人啊，圆满家己。布施嘛，福报的来源。有咱看是安尼哦，所以呢，互我有做两个版本啊吼。咱的前辈才慈悲讲吼，因为六道是咧度咱的贪嗔，所以重点是啥？互我就有初级就讲，遐个世界有名的有钱前10名，因布施的排行榜。人遐有钱，人一年当中迄种布施算亿的呢。但是咱进重点，毋是吼，互我伫遮伫咧甲你挂的，是因为咱人吼，若贪吼。执着哪重，其实对咱真正以后的路非常不利。有一个呢，这是真实的啊，有一个老菩萨啦，伊平素时啊就足欠的，欠甲足年啊欠的，所以呢，伊要往生的时阵，厝内人拢甲伊讲，你毋免烦恼啦，你来放下啦。但是佫安怎伊着目睭，人讲死目嘛，伊目睭拢毋愿开。到尾仔呢，叫规波啊拢叫无，到尾原来呢，伊一直咧看伊公灯，就是电话无切到花啦。咱想干那这个贪念，一个贪念
物叫做人情道理，无闲甲毋知影家己的角色是啥物角色，对爸母毋知影，无闲甲毋知影友好，无闲甲敢若靠趁钱，毋知照顾子女，有安尼无？其实这个社会毋是无，有哦，伊就敢若一直无闲，所以心若哪重，伊心中哪重，歹哪重啊，歹哪重钱，咱社会有唱一首歌，福气会用较济呢，毋是趁较济就用较济，有时啊会趁济，趁济出无闲，食无好，困无好，啥物拢无好，嘛无啥用着，无时间通爱用钱嘛。但是咱而且鼓励，毋是咧鼓励人讲吼爱学白开，是呢，人哪有智慧，因为既然咧讲欲度，就是要度咱这个内心的贪，所以讲。咱家己看这个贪这字的解释吼，贪金贝，哦，足有意思呢。这真啊，咱的老祖先吼，创意真啊足厉害。因为过去钱是用迄个贝壳的，毋是咱正讲纸票，吼，还是讲开钱票，用贝壳。当金就是当啊，当下啊，目睭拢看着钱啦，拢看着物质的啦，所以呢，是安怎咱会较良配？人讲即个配啊，迄个因感，咱会较良配，就拢互即个害甲足凄惨啊。所以呢，仙佛就讲啊，贪婪人品失，那贪啊，连人品拢失去呢，拢无人价伊啊。啊，咱今仔讲。其实布施毋是论讲吼，社会嘛安尼讲一句话讲吼，做善事毋是有钱人的专利，是有心人的参与。做善事啊，毋是有钱人的专利啊，是有心人的参与啊。所以布施真正，咱伫道场一直咧讲，布施是六度万行的即个内容。我会记得咱的孩子，他讲妈妈，我才知影讲原来迄个微笑 smile， 这个微笑嘛会当算布施，去关心咱大人，迄拢算布施。所以布施毋是一定爱指金钱，真正的布施重点是要互咱心无贪，要去咱这个贪。如果讲外在物件，咱若放袂下。我安尼想啊，细条狗仔跳袂过，要咱跳过生死苦海。敢若小可物件，人咧讲啊，讲一个钱拍24个角，安尼咱要安怎超脱生死？所以啊，布施其实到尾啊，爱有三轮体空，因有较讲啊，三轮体空讲。虽然伊在做，伊做甲足自然。无我咧布施的，无我咧布施，嘛无我布施的物件，嘛无我布施的人，伊做甲足自然。妈妈若咧爱关心囡仔半暝啊吼，天若足寒啊，要泡牛奶的时阵，伊即个妈妈袂讲你看我功德偌济，你看我半暝啊安尼照常起来甲泡牛奶，有时泡2摆，泡3摆，袂嘛，伊做甲足自然。所以真正布施啊，真正布施重点哦，咱会清楚，重点是要互咱的心无贪，互咱的心清清净净，自然无贪无所縛啊，才会当自在。互咱呢，就甲讲咧，有甲前去国外吼，国外每一届咱若去越南也好，去中国大陆泉州也好，拢派一堆的物件，派咱台湾的塑料啊，就是要甲因国外结缘啦吼。拢钱工吼，互拢看咱的台北的前辈者哦，甲迄塑料啦、乡村啦做的物件拢放咧箱啊，安尼拖运足重啊。即摆伊家己3000拢迄个用牌、包牌、包牌拢较轻。即摆伊就讲。即摆车啊，去到漳州啊，甲伊下来吼，当然就轻松啊，这包袱就轻松啊。结果呢，去遐看着香菇，佮买一堆，派一
食，当然咱的前辈者吼，因买来的物件，啊，有的是摕互负担，啊，有的是去访亲还来啊，是姊妹，无完全家己用啦吼。真正即个健康心若无解决，若无斩断，即个地啊，经无法度啊断，吼。所以，互我来看讲，咱来看一个影片。而且咱要来看讲，即个药啊，就亲像山谷，因为咱有报时头拄仔互我讲讲，明的出去，啊暗的入来，所以咱是有报时哦，互我有看到啦，在泰国的，因是台商啊去泰国咧做生意啊，因安尼在报时吼，生意哪做哪顾呢？哪顾啊哪做啦？反倒咱生意哪做哪旺安尼，嘛无因安尼失去呢。所以我会安尼想呢，是安怎咱今仔无福报，是因为咱过去报时上少。咱想一张烟灭啊，怎样好，咱是食过就随收成，嘛是食过经过几冬，所以咱今世，咱想像我台里面查某囝，出世就足侪个啊呢。哦，大家若互咱用选择的吼，绝对讲安尼来呀。但是咱过去有做的啦吼，有做的，那。咱来看讲，报时毋是讲一定只金钱。婆婆，大师，找我有什么事？我是尊贵的世尊门下修行之人，请求你的布施。让我布施你。我得了重病，每个人都不理我了，我快死了。我哪有什么东西布施给你呢？施主，请发慈悲心，大灭食物，不是眼边黄花。我就是想给，也没东西好布施啊。你作为修行人，我有东西的话，真的很想布施给你呀。可是怎么办呢？我眼前有的只是别人不要的东西，我只有这又酸又臭的米汤，真丢脸啊！施主，我还是希望你能布施你的汤给我。你真的要啊？谢谢施主，你有这份心最重要。有帮助别人之心的人，在精神上是不可置疑。有羞耻之心，还能反省自己的人，就已经是一个强大的人。现在已经具备忏悔心和布施心。我会保证你。我真就是要来以注意这个参考，其实上天拢爱咱一点真心啦吼，毋是爱咱的金甲银。那第二点呢？第二点就是乞丐，吼，乞丐度舍银，乞丐就是乞修戒律，吼，会当度舍银。什么叫做舍？舍就是不净，淫咱毋通甲看讲淫就是男女之间的淫尔，淫就是妄想的思想嘛，哦，无
无正确、无实际，这拢叫做用啊。因为咱想，咱一个人，咱的心靠用，有时啊呢，有时啊拢人咧讲，这个妄想纷飞啊。啊，乞丐为兄弟姊妹安尼讲啊，讲哦，来道场啊，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其实咱既然若要有法度，要希望讲了断生死，这个乞丐、持守戒律是要互咱心靠意，大家正确，大家合理，吼、要互咱心靠意，大家正确、合理、如意啊。因为乞丐要断除咱造业的因缘。如果讲咱不希望以后咱的归宿用公平的，那如果讲亲像出来，吼、乞丐就是讲，咱，互咱的心靠意啊，会当大家正确，因为咱的身躯啊，咱的身躯会亲像即个桶啊安尼哦，咱的身躯会亲像桶啊安尼，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讲咱的身躯会做了无应该看的。嘴无应该讲的，耳啊无应该听，拢在闹。啊，乞丐就是要甲遮个呢，遮会在闹的，有可能会若做会若闹，要甲伊保护甜啊，吼，要甲伊保护甜。啊，无咱咧讲，会若做会若闹，叫做有闹嘛。啊，乞丐其实呢，对咱上天是安怎要乞丐？其实就对咱一个保护，毋茫互咱的即个身躯。搁去做无应该做的代志，若安尼讲造业造罪，当然就无法度通啊讲了脱啊。那乞丐当中呢，感谢师父。就是因为有乞丐，咱想是安怎有15条有规，是安怎有千口愿，有千口愿的人哦。伊食素食，伊已经清口啊！伊袂因为讲啊，伊艰苦，医生讲哦啊，你先甲着做请假者，吼啊，着食一个鲈鱼回规倒回，医生会叫人食遐草的物件。但是伊有迄个戒律持守了，伊会保护家己。所以真正乞丐持守戒律是咧保护咱自身的，互咱会当的。安稳，乞丐就是讲，互咱安稳会当平安行到咱究竟圆满。大家比方讲，是安怎咱要跳倒来要伫安全帽？是安怎咧游泳的时阵，囡仔爱咧泳圈，要创啥？要保护咱安全。所以有啥人可能呢回家后门，咱人可能有时会送红包。毋过，咱爱相信哦。咱爱相信天理深远。有一个兄弟姊妹，伊来参班参无偌久呢，伊来参班参无偌久，也许道理听嘛袂听介济。但是咱知影，人若一旦看着你，看着你，古地就讲嘛，利令人昏啊，自昏。你啊，会互人呢，看代志袂清楚，你嘛会互人多怨，就是讲人甲人之间因为伫遐为着这个利怎啊无好就对啦。啊，有一个兄弟姊妹，因为伊伫公司呢，属于公司的高干，迄个公司哦，其实即间公司用咧掏空啊。毋过即个高干，逐个拢在领钱，拢在一直咧领钱。
拢领足济，拢领足济。哎，迄个兄弟姊妹，因为有来求道，有来学道，听道理，伊就是有听着讲师讲这四字，天地生源。所以呢，迄阵公司高干拢在分钱，拢在分钱，在掏空这个公司。外口敢若真好看，毋过伊就是想着这四字，伊怎啊不爱分，人就会甲笑伊戆呢，笑伊戆，这个，人讲钱安尼白花花你不要，但是经过半年，经过无人讲啊，纸袂包即火就对啦。经过半年，公司人咧查落来，人查落来，查落来，结果呢，天到尾啊，有哪去惊爱食无钱饭啊？咱看安尼，因为人会讲真情，毋过因果是公平，因果的裁决是足明仔仔的，无一丝一毫的，互咱咧讲拢偷食补的。咱今仔日要乞丐，其实要乞丐着要上咱的性命、咱的时间，甲放互对所在，互咱知影放对所在所做出来就是对的，就是家。